好，顶个月这风台大雨是安尼接续来，这也影响到中南部菜西的生产，致使到这市场呢菜西大起。嘉义县太保呢受种长爱青龙，即嘛是为着要来感谢破祖文化里的里长长期对因的支持，所以免费来捐300多斤的葱仔，互破祖文化里的里民，希望伫即嘛菜价当贵的时阵，会当减轻里民的一寡负担。农民无应甲收成起来，葱仔做整理，准备要交互果菜市场。这位伫中南部种葱仔的太保青龙，家己嘛因为顶个月风台大水，互葱仔的收成剩无一半，伊阁无惜成本，捐互家己县破祖文化里的里民。之前里长有帮忙，在滞销的时候有帮忙，帮忙倒销这些货，你即马就是既然你有来咧咱斗相共，就就是这批我就无算成本啊，就规个互你分遐里面，算互你食无钱安尼。青龙讲，即届风台大水，互因葱仔的损失超过8成，即马遮塘口的葱仔拢是无互风台大水引起的，所以葱仔即阵仔的价钱毋若悬，而且量嘛无济。就因这葱仔对园底起来时阵有无？就是拢安尼土个爱整理好清气安尼，整理好清气有无？再个放过冬，放过冬了有无？再个过洗安尼。一斤草伫150块遐，伊一捆5斤的草为网友去买700个，所以送320斤草伫7至8万。青龙表示，风台了后要甲葱仔搁种倒来，为买材仔开始，上起码搁需要3个月以上的时间。所以即马葱仔虽然正做菜金，但是会当伫这个时阵用葱仔来感谢当初捌支持过家己的人，也是感觉真欢喜。记者林慧婷，家己报道。